呢件係空手道袍啦，因為咧佢就比較輕身啲啦，同埋個袖口比較窄身啦，咁就方便啲組手可以靈活啲出拳踢腳啊，做啲其他嘅動作啊。同埋咧就有呢個 WKF Approved 嘅標誌啦，咁有呢個標誌咧先係一件合規格嘅道袍。呢件係柔道袍啦，因為佢比較厚身啲。因為4歲嗰陣時啦，咁我就好活潑啦，喺屋企咧就喐嚟喐去啦，成日。媽咪咧就揾到空手道班喎，咁就去咗試一堂，佢又發覺幾中意，就 keep 住都幫我報咯。因為我覺得組手更加可以同多啲人互動啦，同埋刺激啲咯。通常就係提前一日抽籤啦，咁就分上籤同下籤嘅。咁就係上邊咧就係紅色，下邊就係藍色。咁你中意紅色定藍色多啲？我中意藍色多啲。有一次係打亞洲青少年錦標賽之前咧，就去咗武漢度打一個公開賽啦，就做嗰個比賽嘅熱身賽。咁咧喺嗰個比賽入邊咧，我就做咗啲失誤啦，就影響咗當時嘅表演啦。咁返到香港之後咧，就隊友啊、教練啊就鼓勵支持我啦。咁幸運地，我就喺亞洲青少年錦標賽度攞到銀牌，就令到自己有返啲信心。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同自己講我係得嘅，即係將唔開心嗰個感覺就攞咗去練習咯，跟住就變成一個動力咯。